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业牧师。11月12日，神选之王，爱超越人的视野。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12章 RPG， 我们要祷告的记载在12章17到18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有一位写这本书生于忧患的拉斯姆斯·安克森，这一位学者也是一个很有名的管理师。他说，成功的组织会把自己缩小，好让视野更大。这句话的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说，如果一个不能把自己缩小，在组织里把自己都看为很大很大的，都要按照我的意思的，那么这就不是一个成功的组织。也可以说，自以为是的人视野不会是大的所以今天的经文里面就会有很多的冲突我们知道这一位王弥赛亚是以前各世代他们不知道，因为是新的约，新的世代。昨天我们已经讲，新的世代已经来临了，但那时候的人从过去旧约的时代，他们不知道啦，不知道啦，不知道了就要谦卑。我们人有太多不知道但就因为人常常自以为是，自以为很聪明，所以昨天的经文说神呢就将这样子他的这个世代的启示就向这些聪明人给藏起来了。他启示给那些小婴儿愿意单纯来相信跟接受的人。今天持续要来讲这位王我的主，我的王这位耶稣基督，他怎么样在这个世代里竟然会被怎么样这个很辛苦竟然被挑战。我们有听过王被挑战的吗？有，今天但他们不知道他们不承认耶稣是王，这个就比较麻烦了。最主要是他们不承认，他们认为他们所守过去的传统才是对的，他们的世界衍生了很多的律法，这个真的是很坚固的，什么都要按照这个。所以他们一开始耶稣他会被批评跟挑战。安息日我们看到经文里违背安息日所做的事情，那当然耶稣就这样回应他回应人只是安息日的主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个框住，我们应该要问问这个安息日的主我们不要只有在这个规矩里面，其实规矩是让我们知道一个方向，是一个保护，律法是一个保护我们保护我们不要陷于不义，陷于伤害人伤害神，应该是不要只是为了这个保护，应该有更多去领受神的恩典而不是拿来限制。律法是为了保护，那神的恩典是外加的，神因为爱我们，所以就外加。所以我们千万亲爱弟兄姐妹，今天的经文其实也对我们现在来讲，我们是不是很多的被框住呢？耶稣那时候2000多年前被质疑挑战，耶稣回答要看看安息日的主，人子才是安息日的主。接下来就是讲到赶鬼靠鬼王赶鬼，这个逻辑讲不通耶稣回应说自相纷争，那个
这个不对啊，这个根本就不合逻辑啊。而是神的国已经降临，我们看看那个果树就知道啊，好树才会结好果实，看那个果子啊，看那个果实就知道啊。所以啊，主总是能够点出那个比较洞察力的。我们呢，我们要不要靠主能够点出，特别是那个我们没有经历过的，我们还被框住的，我们被挑战的，像神迹，有很多人来向耶稣来求神迹啊，耶稣直接讲，只有耶拿的神迹。所以什么才是神迹？愿意相信接受主耶稣基督，愿意相信他是弥赛亚，愿意像小婴儿一样被破框，全然的信靠这一位主。他除了是人，他在马太里面说他也是君王啊。这位君王，我们愿意匍匐在他面前，让他来在我们生命掌权吗？也就神的国已经降临。马太福音就是说，耶稣是神的王，神的国已经降临，我们愿不愿意让他来掌权？我们愿意让他来掌权，我们就能够过前面新时代新生活，我们就可以有神的眼界。我们看到接下来啊，有人来问，这个真的是要有眼界，也成为我们今天可以称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耶稣有人来问他说，看啊，你的母亲跟弟兄站在外面要跟你说话。耶稣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他是在反问，让他反思。指向呢，看哪，指向门徒，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如果你是当时在现场的人，你会不会觉得耶稣在讲什么？他是不是稍微有一点秀逗，还是眼睛看不清啊？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清楚了。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哇，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福音。主道破了一个神国的子民，神儿女们，我们合神心意的是去遵行神。我们愿意相信匍匐在这位王吗？如果我们愿意，神选之王耶稣基督，我们的视野就会不一样哦，不会跟这些法利赛人一样。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来默想，人的视野很有限，常自以为是。那么如何让上帝来开阔我们的视野，看见上帝要我们看见的意象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爱我们，你的爱超越了所有的限制、仪式、框架，让我们可以彼此鼓励，彼此相爱，学习你的心。主啊，我们认识你的律法是让我们更知道我们是人，但我们知道你的恩典是胜过这些，要让这些更完全，帮助我们更懂得怎么去爱，更被爱。谢谢主，你是我们的示范。主，我们愿意称你为王，匍匐在你的权势下。我们愿意说，主啊，求你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耶牧师祝福我们，我们今天享受在主的爱，超越我们自己的视野，我们也活出爱，让别人也让神来开阔哦。我们明天见。